好，咱继续来读吼。16，咱们1650年3月15吼，即天佫开始你一年一度的地方会议啊，念到倒位呢？你新案吼，我找一个 Ctrl Command F， 你歹势新案好 ，OK， 做着，遮好，从遮开始哈。对立新案吼是塔波拉克亲自来出色，所以互伊留任。因为该社只敢若用一个长老，无法度治理，因此另外选一个名叫做塔古伊的人来做长老，并且交互伊一支quyền汤。咱昨读到即个地方会议即个人事命令啦吼，读到头前读一滴啊啦吼，后手佫一堆。伫个 Maritz 吼，长老 Leslie 派一个名叫做阿里的人，来炸伊的quyền汤来。规则是讲，伊因为破病吼缺席，所以就命令伊转去甲伊讲，后一次必须要亲自来出席。Maritz 社人请求允准会当互因签刷去住伫病地。即战士来甲伊允准 ，Leslie 继续来留任。伫个达利布多布案继续留任，并且选任一个叫做塔加拉切伊莱斯来替代免职的塔巴洛克。做长老，即个人因为即个爱啉酒啦吼，我已经佫袂记即个酗酒，即个书要读啊，我佫查者。有，即个人呢，因为酗酒，而且呢对荷兰人。真反感吼，所以就改职，吼，就是甲死头路啦，无咧做吼。酗酒吼，即个酗字吼，含华语读法差足多吼，所以用摇嘛摇袂着啦吼。酗酒，第三声吼，过来是土库。土库应该就是婚姻迄个土库，我咧摇啦，我无介确定，这要对错。好，土库啦吼，婚姻一个所在叫土库，伫北港河尾迄到位啊。稍等下吼，我找一下地图。土库伫遮，北边是伦培吼。南边是叫做元将嘛吼，我记得是真正迄个元将，伦培元将东边河尾，西边是算包中保中啊，我无介清楚吼。好，土库，又搁称做高温吼，我哪有即个高温？伊写汉字吼，是读汉字。即个所在呢是塔拉贝罗马和塔拉德隆吼，两个人拢亲自出色，所以互因留任，并且劝勉因爱善用quyền湯，互因伫个社呢比以前佫较提高威望吼。伫多巴哈
打吧，巴拉巴拉社人嘛来遮住吼，长老叫做拜罗勒和达多罗，这两人拢出色，所以互因留任。另外选塔贝亚满来接替免职的长老塔拉贝东东做长老。这个人因为生活无检点、无责任，所以来该免职。免职啦吼，也通作为一个警惕别人的例吼。此外也训诫，就是责备啦吼，责备因胡乱酗酒，劝勉因爱过清气健康的生活。过来是伫阿里山有个称作塔拉克巴彦长老呢，塔拉贝尔斯亲自来出席，而且伊表现也嘛是袂歹，所以互伊留任。过来是目利干长老叫做塔卡奥塔吉奥帕斯和塔萨西廖吼，两人拢含旧年相像，亲自来出席，所以拢互伊留任，并且劝勉因毋通酗酒。对此，牧师 Vertrich 真有怨言吼。过来是伫荷兰有个称作一个 Turner 吼，塔加巴塔贝尤罗来出席了，所以搁再留任一年，并且选任一个叫做塔贝罗罗和巴贝多巴古来做长老，取代被免职的塔泽波拉和塔贝拉塞啦吼。这两个牧师，这两个人吼，牧师 Vertrich 特别来这个立嫌啦吼，嘛劝勉因毋通酗酒，就像对目利干的长老所劝勉安尼吼。过来是多巴勒波阿达吼，是塔贝拉巴西吼亲自来出席，所以继续留任，并且选任塔哈利多来做长老，取代被改职的塔罗马，也同款劝勉因毋通酗酒。哦，这台湾原住民啊，平埔族爱啉酒呢。过来后一个。多巴勒巴彦吼，塔切里迪利亚巴吼，和塔吉迪利亚斯两人拢来出席，所以互因继续留任，也同款劝勉因毋通酗酒，并且爱护家己伫咧社呢搁较有威望。爱啉酒啦吼。我咧想讲，是毋是并无做家己本来都会晓家己会晓结酒啊？毋知啦吼。因为你看即个，咱念咧少普仔时阵吼，定啊礼拜存拢会载一寡三岁酒，啊，搁有啥物结酒的籽啦，有诶无诶吼，拢含酒有关诶吼。除了三岁结水诶，即个一种叫做阿拉酒吼。啊，真正侪酒无人啉嘛拍算啊。好，来继续看。伫巴拉巴耶斯吼，塔切伊奥利斯巴翁吼，就名就长，因为表现良好。和旧年安尼相款来留任一年。第二任又个称作塔凯斯吼，是塔切迪恩多埃亚来继续留任，并且选任塔贝杜罗来做长老，取代被
受禁的长老塔古亚，伊因为是谋杀探访团队 Elias Peterson 的伊是即个要谋杀探访团队的嫌疑犯，所以被关伫加罗里。即寡长老也因为侪摆酗酒来被即个责备啦并且劝勉因爱改过。你看，连我即马遮尔侪村社迄长老拢爱啉酒安尼，长老就做模范，做一个样啉互大家看。我看真正规庄钱仔啉到大家拢马西啊。好，过来是伫 Turchala 又个称作大督是加萨多尔波埃罗和塔加拉塔杰多两人拢亲自来出席，也拢继续留任。也因为因优良的表现来甲因学乐来，并且表达谢意。伫大武郡和卡加尔塔杰堡，这个大武郡是应该毋是迄个南部迄个大武啦因为这是北社北区的，应该毋是南边迄个大武。这两社就是伫大武郡和卡加尔塔杰堡这两社现在已经夹起来长老呢，塔波罗啊是一个 Terium 社人伊和塔波提治这两个人因为伫因的社呢这胡乱酗酒而被这个责备哇！这前几年的地方会议都无安尼今年特别的啦当然进前就开始有进前读书2遍的时阵，我记得有开始就有去互念讲开始有你爱啉酒出去互念的。今年特别多所以愈来愈严重。此外，这表现也甚好，除了爱啉酒去互骂了以外表现甚好，所以搁再继续留任1年。又搁因为该社有2个长老就会当管理，因此无来出席地方会议的迄个塔拉贝奥拉将命令牧师哈帕来收回伊的权杖，来甲伊免职，也赠送2道康安布互长老塔布德里，因为伊对阮荷兰人伫翻译甲其他方面真有帮赞。第6讲，长老是塔戈巴西和塔贝欧巴多后壁即个无来出席但是派伊的仆人叫做卡马加炸伊的权杖来，所以互伊和塔戈巴西2人拢继续来留任。这2人也因为经常伫社年日酗酒来被责备啦也劝勉因爱改过。哇，读到即嘛，我看10个有7、8个拢安尼拢啉烧酒啦过来是对阿索社塔索劳奥和塔加多内奥2人拢亲自来出席。塔萨罗奥因为轻视阮荷兰人以及其他的各错啦被严厉来训斥严厉来甲责备啦责骂。但是因为伊答应讲要改过也因为该社现在找无到其他更较适当的人选所以就互伊和塔加多内奥拢搁再一次继续来留任。对波巴利亚长老叫做塔罗奥亲自来出席，所以互伊留任。又搁因为该社的户数甲人数拢增加真多，迄一角头的北商也要求讲要增派一个长老，
因此就选派一个名叫做塔拉贝比奥的人来做第二个长老，将会由牧师哈伯来甲免一个塔沃古，就是大武郡社长老的权汤，摕来交互即个塔拉贝比奥。过来是道沙巴多，是长老塔达加塔加奥老，搁再一次留任，因为伊正式中意接手，而且亲自来出席即个地方会议。伫卡卡巴罗罗奇选头达来接替过身的阿德比勒来做长老。迄个权汤，伊也已经代替伊摕到今仔日，持有到呾啦，伫卡卡尔萨卡勒，塔罗勒士亲自来出席，并且互伊留任。伫道沙塔拉基，塔拉科多罗继续来留任，并且选一个名叫做塔贝马里的人来做该社第二个长老。伫道沙马多长老塔拉克巴里和道巴西巴格，因为表现良好，拢再互因继续留任一年。对阿伯安巴里斯、布克拉切迪安，因为破病缺席，也无派人来，但是由达豪达地来派伊的仆人，名叫做杜迪比来解释因两人袂当来的理由，因为因两人拢表现良好，所以互因继续留任。伫个乌牛兰达摩埃利派伊的因兄弟、因亲的兄弟啊，因亲兄弟是啥物意思？那个大细线的款就是两个姊妹的翁啦，叫做大细线派伊的大细线名叫做哈班，送伊的权汤来，解释讲，伊因为年老袂当来，因此呢，达摩埃利继续留任。伫阿伯安德朗欧干，就是岛某亮社是达波索贝尔和阿乌纳西罗，互因该抗免，并且继续留任。阿鲁纳西罗派伊的兄弟名叫做塔哈曼的，送伊的权汤来，伊因为即个中风啦瘫痪袂当来，咱来看瘫痪是要安怎？台语安怎讲？哎呀，无，好，先查干字典。摊就是读摊，换就是读团加一个 t 团。摊团，安尼我先搁查一个摊 ，THAN， 摊意思是骹手紧紧麻痹，骹手紧紧麻痹或者是叫做变碎啊！我拄则就是要查即个词啦，我想无好。台语有一个词叫做变碎但是阮的腔口叫做半碎啦我较早会叫阮金宝讲即个词讲半碎阮金宝永远个性好久啊，迄人我可能敢若咧读大学的款我有时仔想起一寡词的时阵，会去想起我伫
特定的一寡亲人啦吼。譬如讲，我讲起猪，我就想到阮阿婶，因为伊较早会讲猪，我就听伊讲猪，吼。好，来半岁吼，半岁，等下再来查吼，就是摊哩，摊就是半岁吼，摊就是骹手紧紧麻痹吼，再来是喘呢。喘就是破病的款式吼，身体麻痹就是喘，因为寒热的湿气来致到吼，因为寒热的湿气来致到身体麻痹吼，这就是喘吼，痰喘。但是大理大书店我看卖啊。我拄则用鬼蛇痰喘的查是无啦吼，汉字直接拍痰喘嘛无。哦，安尼我来查变水吼。我毋知影伊会收倒一腔口，无要紧，两个拢查吼。变第三声，水第七声吼。变水哈，伊收到是变水即个音吼，变水就是。半身不遂啦吼，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叫做半身不遂。所以为什么我讲我最近也是听到腔口是讲半遂吼，所以半身不遂、全身不遂，翻译就是中风啦吼，就是叫做变遂吼。我看一下原文的解释吼，变。水变身变湿，哦，变水伫遮哈。日文的解释嘛是寒心肤死女吼，寒心肤死矣。寒心肤日吼，寒心肤日半身不遂吼，或者是人心肤日吼。另外一个有写周部的中风吼，周期吼，周期应该嘛是中风吼，中气啦吼，伊写中气，中风是中风，中气吼。中气，好，我看半岁这个音讲收半 POAN 第三POAN 第三声，哦，有半岁这个音吼，伊嘛是有收吼，半岁相反是中风半身不遂吼，这个就有例句啊吼，例句叫做。你毋得半岁，物件得加力，得加力去，物件摕加力去啦吼。来，我看一下原文。哦，半岁半身不遂吼，中气，周下哟，周下中正吼，我记即嘛中文较常听即个中正吼。我无啥会晓读即个日语，无倒去试着，即边呐，无着试哇，无倒通变水啊吼。我倒来个定现伫倒位？伫半岁吼，拄则我主要是要看即个例词啦吼，例句啦吼。伊讲你毋得半岁物件
门摕到落去，门摕到落去吼。就是无毋对啦，是安尼写吼，物件摕到落去吼，你毋得半碎，即同你讲话安尼歹听啦吼，你毋得半碎吼，物件摕到落去吼，就是伫台语内底半碎吼，当然中方会使讲半碎，但是平常时你人无中方嘛，得听我甲你讲你半碎就对啦，就是安尼你骂人吼，你半碎安尼吼。较早阮金箔就够累吼，骂人所以一寡歹话我可会记诶吼，对遐学来吼。好，咱转来日志遮吼，讲诶，即个投保龙眼社吼，其中一个长老吼，派伊诶兄弟甲罐汤送来，因为伊家己半岁吼，袂当来吼。过来是普加利社吼，叫做布基巴利沃克亲自来出席，但是呢，塔拉达沃克因为年老伊个破病，所以缺席吼。所以又搁因为后壁即个吼，拄则讲后壁即个会贯汤伫咧该社即个火灾诶时阵吼。燃烧到该社大部分的厝拢烧歹去吼，因此另外搁交一支罐汤，互即个巴里波的早转去互伊吼，即两人拢搁再继续留任一年。伫马武索吼，马武索塔拉克巴比斯亲自来出席继续留任，因为伊经常吼，定定咧帮衬阮荷兰人。伫咧牧师 Bertrich 的提议之下，含旧年相像，前送伊5岛康安堡。伫多利达马多是大道南社，又搁称作卡马扎吼。卡马扎马雷是个性的君主，卡马扎阿斯兰密斯的继承人，因为伊还搁细汉，所以无来出席吼。但是伊的即个继父吼，后爸啦吼，伊后爸啊名叫做塔拉贝的人，即个后爸吼，早迄支罐汤来，因此呢，就命令即个塔拉贝讲吼，因为即个卡马扎马瑞个个细汉嘛吼。所以即支罐汤以后就由伊来代管就对啦吼，代为提用。过来是塔贝坎达斯，因为破病留伫厝里，所以已经通知牧师哈伯，并且伊又通知牧师哈伯，所以互伊继续留任。过来是伫多利达巴巴。就是个大道中社吼，拄则是大道南社，即嘛是大道中社。提多卡巴继续留任一年，过来是伫多利达阿米县吼，大道北社。塔道啦、塔波恩啦，继续留任。即寡社你看，就是较北边去啊吼，就是离即个台湾吼已经较远啊吼。看着人因就较无你啥物雾酒啊，都拢无啊吼，所以离荷兰人较远的，就袂去啉着酒安尼。应该是啊，我哩晓吼，也着我个人猜测吼，个人哩晓的吼，无一定是正确。就是这荷兰人害吼，进一寡酒进遮侪酒入来。过来是大道北社吼，多利达阿米县吼，无，就即个大道北社读过嘛吼。塔达拉托巴恩啊，继续留任一年。哦，相款含大道中社相款吼。过来是水里是南投迄个水里吼，叫做波波多尔。达高德利亚破病，所以派伊的仆人台多的道炸伊的罐汤来，所以互伊留任，并且命令台多多尔劝告伊的主人
囥过伊主人啦吼。如果伊年老体弱，袂当亲自出席地方会议，就要命令伊的后生逐年早伊的悬堂来出席。伫沙勒，伫伊的原文写做沙勒克吼 ，SALACH， 沙勒区沙勒克吼，是沙勒，所以沙勒是原住民的地名吼。达高拉巴比斯也即个长老也因为年老吼，留伫咧厝里吼。我意思讲，这是沙勒，应该是原住民的名，莫看到汉人吼上爱臭屁讲一寡有诶无诶故事吼。因为啥物山，啥物佫有一只鹿仔伫遐迄个乌白讲，就是叫沙勒吼。对，即种地名听听好，笑笑的就好。好，即个塔高拉巴比斯也因为年老留伫咧厝呢，所以派伊后生名叫做塔贝巴比斯会悬堂来，派伊后生即个人吼摕悬堂来，但是因为无听过有啥物怨言，所以互伊继续留啉。过来是五马牛马社吼，相款吼，莫看到牛马了，佮开始编一篇故事啊吼。五马吼，伫五马塔罗加吼，劝解伊将来对五方经由该厝内往淡水甲鸡笼的人，爱切实派人引带路，并且爱供应所需要的各种协助了后，吼，就是安尼甲讲吼，叫伊爱听话吼，即爱做吼，该做爱做吼，所以互伊搁再继续留啉。伫邦加旺，长老烧鸡亲自出席，因为无怨言，所以互伊继续留啉。伫塔拉戈罗戈吼，是提耶巴什，因为破病派伊的仆人名叫做塔拉扎占来，所以互伊继续留啉。但是命令即个人转去爱甲伊的主人讲。将来必须要亲自出席地方会议。伫 Syrian 苏乱是加罗恩无亲自出席，但是派伊后生来规说讲破病，因为无怨言传来，所以会继续留啉。自 Syrian 达老又个称作 Syrian 达基戈斯吼，是高杜斯。和大佬来出席会议，因是该社首领吼，但是这两人拢搁再继续留啉，并且劝勉因爱尽力设法引带因的邻军的即个村社来迁徙边地。如果若是有成啦吼，有成功甲因拐落来吼。将会为着因的辛劳大来受谢因吼，来甲因说道谢，为对此因答应要遵办。伫个 Syrian 塔加摩埃萨即个社，旧年才去互牧师 Vertrich 引带第一次帝号，因的首领啦吼，名叫做老达啦。伊也无亲自出席，但是派伊后生早着悬堂来，搁再互伊继续留啉，并且命令伊的后生名叫做大老的人，名叫做大老，转去爱甲因老爸讲，将来必须要亲自来出席地方会议，不得因为小可代志就缺席袂来吼。即寡代志办理完毕了后，总算读煞吼，人事命令到遮读到遮。国社长老一接见啦吼，接见个接见，也劝勉因爱确实忠于职守，少数几个人甲因辞职，但是大部分人拢互因继续留任了后，就大会宣讲下列事项，由翻译员翻译。来，咱来看公告事项吼，我看几条，13条读煞，今仔日即篇即个电话机就结束吼。来，咱来看13条，今年公布啥物13条啥物消息。
第一条，因现在又搁会当提有即个悬汤1年，但是爱明白，伫后一次地方会议，都爱甲即个该迄支悬汤爱搁叫转来吼，爱搁摕转来吼。阮之所以到呾伫咧地方会议无真大批真明显吼，来换场了。对此延缓几年，就是有放较慢，就是延前几年啦吼，是要互因对阮的作风先有清楚的认捌吼。就是要知影讲，阮会甲恁换，但是我爱做一道换遮紧吼，以后再来来吼。啊，其实以后嘛无啥机会啊，搁剩12年尔吼。因无论任何理由，当边或者是其他重大事故，除我召开地方会议的时阵，这第2条吼，因无论任何理由吼，当边或者是其他重大事故以外，召开地方会议的时阵，拢不得缺席，必须爱当年亲自来出席。但是如果无法度亲自出席的时阵，必须爱派人炸因的悬汤来，并且解释讲因袂当来亲自来出席的理由是啥物。第3条，因无论任何理由，拢袂当甲悬汤转交互别人，或者是借互别人来用，也无论如何，拢不得互别人用来处理事务相关就是袂当借人用啦啊，代志要家己处理或者是不得互别人摕来伫咧城里，或者是其他的所在，或者是来往处地的时阵来表现威风就是毋通摕这悬汤来点威风尔意思就是讲，卖即个话叫咧官腔官调，然后就是就是袂使安尼因必须爱家己摕用即个悬汤，并且爱小心，袂使互偷摕去，袂当甲伊放弃。如此慎重，并毋是为着迄支悬汤的价值是为着要互迄个悬汤所代表的威望，不得老为粗俗就是你毋通看一支悬汤看粗俗物但是伊的价值毋是伫遮伊价值是伊所就是有阮荷兰人咧甲你听的意思啦所以你袂当互人看轻这我解释啦这毋是伊写伊敢若讲为着要互即个悬汤所代表的威望不致老为粗俗，即种威望只有因对阮来得到就是讲，就是敢若恁几个人有即个有即个威望啦有即个权力或者是讲有即个好嘛毋是好运啦反正就是你是阮选的啦即种威望敢若阮有法度互你安尼第4，若是因的村社之间或者是个人之间发生纠纷，必须爱甲阮荷兰人讲，或者是亲自来甲阮讲绝对不得家己去相拍家己去发动战争，爱互阮来处理不过，如果被敌人来攻击，无论伫咧厝内、伫野地因拢会当家己自卫，甚至来杀死挑衅者挑衅者，我一时啊台语袂晓讲，来查者首先呢，我要看即个信字，台语要哪读？哎呀，加比。信读做混混，教混迄个混兴奋迄个混康卡就是混康卡细缝啦裂缝细缝就是康卡就是混片片应该就是有人的片啦
屁性吼，就是即种撇吼撇屁。我咧摇啦，我毋捌听过人安尼讲哦，撇屁。坐卦就是做卦，做卦就是做卦安怎讲？做卦就是你诶做过啦吼，做卦。掉头吼，好掉头，歹掉头，掉头。奇怪，即寡词拢差意思差遮侪，为什么拢是混吼？好，再来是气混吼，气混我毋知影是毋是，因为混的汉语嘛，先说用即个挑衅即个性吼，气混应该毋是生气啦，应该是挑衅的意思，我咧吼。混油，毋知是啥物油吼，即种油。等下吼，我都爱用大理大书来查即寡词。空徛毋免找，我都要讲过吼。撇屁，咱来看啥物叫撇屁。安尼查落，我今仔日可能一篇读袂了，袂要紧啦吼，无你赶。PHIAH 片 PHINN 第三声。无即个词哦 ，PHIAH PHINN 第三声撇屁，无啦吼，无即个词。来，我来用找台语找一个吼，撇屁。台日新事有撇屁吼，本性的屁，台日大词典嘛有啊，叫做本性的屁。台日大词典是收撇片吼第7声啦吼，所以我拄则查为啥无？但是为什么我即样对遮查就有呢？就奇怪吼。撇片是本性的撇啦吼，本性的撇。倾向或者是Marino 吼，规则叫做倾向吼，或者是性癖吼，癖性吼，性癖性癖嘛吼，毋是性癖啦，性癖是台语的讲法，但是其实是华语叫做癖性吼，癖片吼，就是癖片吼，癖片个性性情吼，脾气吼，癖性吼，癖片。好，来即个词学起来吼，撇屁。过来是做卦，即我著有爱测吼，做卦做过吼，掉头即我有爱测啊吼，灶头嘛吼。过来是气混吼，气混 ，KHI 第三声气混 ，HUN 第三声混，嘛是台语大词典嘛是无。OK， 来，这台语个字看卖。气愤 ，Marino 的气愤是 be angry 哈 ，be furious。我相信毋是即个气愤的意思啦，哈，就因为即个愤是挑衅迄个衅嘛，所以无哈。过来是混油吼，混油是啥物物件呢？这看嘛 ，HUN 第三声 ，UIU 第5声。台语大词典嘛无收即个词吼，混油、信油啦吼，那华语的读法吼，油就是oil 迄个油吼，沙拉油、滴油。猪油啦，混油无，找台语嘛无吼，所以混油是啥物油毋知吼。挑衅我敢要当读做挑混者，
当然，台语是毋捌人无安尼讲啦吼。来，我查一个啊，挑粪者的果色敢有对应copy 吼，挑粪者作为一种果色来测看觅啊。挑粪的嘛无。词台语敢有？测看觅。对应中文挑粪。对应中文的挑粪，对应华语的挑粪，吼，叫做各书店拢无吼，敢若即个叫做网络顶的台华线顶书店吼，即个我毋知即到底是倒位来一本线顶书店吼，有挑粪的对应的吼，有牙空、起空、起事端吼，这拢是挑衅吼。牙空、起空、起事端。好，咱转来第2只吼。讲第4条啦，甲因讲袂当和别人相拍，和白蛇战争啦吼。但是会当自卫吼，甚至会当甲即个挑粪者吼，会当甲因刣死吼，不要紧，人敢甲你起事端嘛吼，来甲你压空吼。然后想着再甲咱分享一下，我一时想袂起来，讲台语到底要安怎讲？挑粪。第5条，为了要尽量维护社会安宁甲和平，各社的人拢爱踮咧家己的立场拍蜡，吼，袂当不得伫咧别人的立场拍蜡。除非以后吼，对阮遮有得到批准，吼，个人伫一个势力范围啦，吼，袂使超过吼。第6，任何人无论是全家或者是全社吼，就是讲不管是你是规口罩啦，还是规社的人吼，拢不得吼凊彩搬厝迁徙，必须要先阮或者是阮所派驻伫遐的人来申请。若是讲对因有利益或者是有需要，则都会互因都会甲因批准吼，就是讲你若要搬厝。那真正有需要，或者是有好处吼，会甲恁批准。毋过，若是要对山区迁徙来变地，都毋免申请吼。你随时要搬，欢迎吼，紧搬，莫比咱要山里就对啦吼。歹管啦，要甲你收租收袂着啦吼。第7，若是有时仔人无早运牌吼，就去因城里，因伫咧通知阮荷兰人了后，就会当直接将即寡时仔人甲因捉拿来即个城堡吼，甲因掠起来，甲因押来城堡遮吼。就是即寡无早运牌啦吼，运牌应该就是意思是荷兰人所发互因的啦吼，就是通行证啦，意思讲我允准你会当去吼。因每掠一个来，就会当得到吼孤岛康安部的即个奖品。第8，也甲即个已经接受基督教教育的村社长老讲甲因讲，因必须要对牧师特别尊敬，也必须要敬重探访团队和学校的教师，而且若必须要家己吼爱骨力去教堂，也爱吼嘛是爱即个算爱敦促就是啥物意思？敦促就是一时台语袂晓讲，敦促就是讲你原来爱甲恁的囡仔吼、少年人吼，拢爱甲因讲，爱认真去教堂，因为迄寡教会的人较早捌来嫌然后来甲因念讲因对即个去教堂真频繁去教堂，而且咯，为着这项代志所设立的罚款，用伫咧教会和学校的办法，会搁继续执行吼。第9条，
国社游园必须要供应本地人教师生活所需要的米。就是即个本地人教师啦，应该是因学校内底有时原来请即本地人做教师，所以原来相款因生活所需要的米，恁爱甲伊供给就若敢若到当有供应安尼，恁爱继续供应，就是讲每一间大厝。每一年爱供应15虱稻啊！我如果讲虱即个虱字佫会记诶，一亩稻啊，亩一亩，伫咧胸孔啊，亩一亩叫做一虱啊，佫会记诶，我讲有另外即个动词是削诶意思削、甩、杀、削无共腔口诶讲法拢是杀。就是做动词是甩但是伫遮用来做稻仔的即个单位是一束一束的意思理由是安怎？就是我之前讲的，就是一把用双手摕起来，你削甲迄个切削离开，互突对水顶头突落来即个动作叫做削迄才是杀所以就一杀就是安尼。一手摕起来当安尼杀安尼，会安尼杀好，过来，讲即种大厝一年供应15虱的稻的切中等的厝爱供应10虱，细间厝爱供应5虱的即个切5虱的稻啊无论是散车或者是妇孺，拢必须爱供应每一虱切。每一虱的即个稻啊脱粒就是杀了甲割杀了后必须爱重约1磅所以讲简单讲，就拄则是讲15虱的意思，要15磅啦10虱就是10磅啦，就是大中小就是15、15安尼分即因爱纳的啦，爱买回题这是要供应学校的先生第10条，也劝告全体人爱尽力来引带还未缀合的因的即个邻舍的人来见阮荷兰人，或者是来参加地方会议，或者是甲因带来即个城堡来和阮结盟，保证的善待因，就像讲因已经看过几若摆安尼，因安尼做。将不止会受到尊敬，也会对公司得到可观的奖品第11条，即个地方会议是一个自由的会议，任何人拢会当无跨路来前来参观开会进行，并且会当无阻碍来离开转去，也袂缀合的村社的人，甚至是敌对的村社的人，也拢会当自由来往会当自由家己自由来去的对啦自由来去自由来自由转因为这个会议只是要来造福社会，阻止恶行，维护和平，解除纠纷因此任何人如顶头所讲，拢会当自由来自由去自由离开。会议期间绝对袂提起任何无愉快就无欢喜的代志开会时阵绝对袂互恁大家无欢喜逐边开会拢咧共骂，讲袂使啉酒啥第12条，即个附近村社的居民不得甲狗放出来必须要将狗绑牢咧，以免去伤害到迄个伫原地甲附近的即个甲附近的即个人饲的精生啦而且呢，将来点好来烧因的腊肠的时阵呢，必须要小心放好烧时要小心以免去甲即个死仔人因的稻仔甲因烧歹去或者是其他的动作物甲因烧歹去，像以前发生过安尼要注意。第13条，最后一条，即个邻近村社的原住民也不得伫咧因家己地区以外去追赶任何的死仔人，
去查看有啥物有人头色单等等吼，拢袂使去安尼共看吼，袂使去共追赶，袂当去共查人的人头色单吼，这毋是恁的代志吼。只敢若会当伫因的地区只敢若会当你伫别人的地区袂使，但是你家己的地区会使吼。OK， 好，最后结束吼，就是即寡事项拢宣讲以后，就向大会宣布，如果有人有任何要控诉，或者是村社中间，或者是个人中间有纠纷要提出来，拢会在即马台提出来讲。因为即个邻近的新港大目港顶社的长老呢，伫咧议案以外请求讲温准因含附近的邻社、附近的即个村社来三甲用即个立场吼。对此将会伫以后吼要斟酌看代志来处理哈，看情形来处理。此外，无人提出任何的代志，拢表现真欢喜。因此呢，甲因全体讲，一定要将上述宣讲的13项，无论是一般性或者是个别性的代志，拢要设法来记条咧，并且要尽力遵行。若是以后袂记哩，就会当阮派驻伫在地的即个人员来查问，因为因知影全部的内容。讲完即寡话，就即寡话讲煞，长官阁下就命令大家徛起来散步一下。偌久了后，约落伫下晡2点钟，即个桌啊蹙好啊吼，各社长老就坐转去因家己原本的座位来享用食物甲即个饮料。食煞以后吼，大部分的人伫要暗进前就离开，转去因家己的厝。有几个议员甲大部分的荷兰人也离开，转来城堡。长官为了还阁要继续召开的南区地方会议，所以留伫佛罗摩萨，并且去视察农地甲其他的地方。好，3月15读煞吼，地方会议。过来就跳一天到3月17，我觉得是3月10，我看17还是18是地方会议。哦，17无吼，17这篇倒啊吼，过来是18是地方会议，所以咱后回再对17号开始读起吼，因为时间到，我都袂阁读，已经超过时间啦。好，今仔读到3月15吼。好，无问题。我看觅，稍等下，我看一下今仔日有笔记诚侪，我小看一下吼。3年就顶级。3年做叫做笔记吼，图库是荷兰人的贸易据点，所以除了台南以外，台湾有真侪荷兰人卡食的所在拢叫做图库。哇，我知影有足侪所在叫图库啦，但是我印象上是敢若云林即个图库，台中图库、云林图库甲南仔坑就是高雄男子吼，南仔坑的图库。图是上好的即个丰厚的建材，荷兰人伫印尼、台湾甲长崎的贸易据点，拢是以图去顾即个仓库的壁来丰厚的吼。所以呢，对荷兰时期开始，汉人就称贸易据点做图库。哦，原来是安尼，好，感谢吼。我会当转去甲阮姨丈讲，伊绝对毋知。阮姨丈就是图库人，为什么我自细汉我就知影云林图库，就是因为安尼。因为阮姨丈甲阮阿姨结婚的时阵，娶某就是结婚的时阵，然后我有去，阮专工坐车落去到即个云林图库。迄当我小学敢若是2年的款，毋是3年。好，过来是好板头，就是好模样吼。好板头，好大细线吼，就是连筋啊，华语叫连筋吼。好，过来是田中兄讲，因有另外一种讲法叫做东门的吼，我是毋捌，我就今仔才听过吼，东门的好。过来是半随变随吼，我就袂阁讲亚康吼，挑衅嘛吼，亚康。
片片，我都不爱念啊，片片拄则讲吼，白话字呛肚哟，呛肚即是要讲啥？我若袂记，拄则讲呛肚。呛肚就是挑衅啦，起无空相款挑衅好，起无空呛肚即拢会使兴事特别惹事即拢是好，感谢各位大家斗阵来学习红毛图，好，红毛图好 ，OK， 到遮我关房啦就是即礼拜读到遮啦过来礼拜日就来读即个出西线。其实我阴暗就开始放假因为阮明仔载是即个叫做啥 Easter 是啥 ？Easter 是啥？叫啥字都袂记。复活节。过偌济哦？毋是吧？我对，过偌济，过偌济明仔载过偌济，阮休困所以我明仔载我其实是 long weekend 因为我咧伫想，我 long weekend 就想要出去佚佗所以我若真正出去佚佗，我才甲各位请假啦安尼好，但是原则上应该是会阁读啦除非我甲各位请假才看我消息。好，安尼感谢各位，我要关房已经超过超过6分钟啊！感谢各位，好，再会。多謝大家，多謝大家。